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明仔载就是今年上尾一天，刷落来就是新的开始。真侪人日新年拢会下新的愿望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愿第7条。愿就是希望，有啥物款的希望，咱讲有啥物款的心愿愿望。另外，希望达成这个心愿，咱讲下愿。也有做一项代志足满足、足甘心，咱讲甘愿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下愿，代表讲发愿，一般是讲甲神明讲咱心肝头有啥物款的愿望，希望会当完成。第二个词读做唔情愿，代表唔甘愿，唔是心甘情愿去做一件代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读册无认真，煞下愿讲即届考试要考到第1志愿，互爸母笑讲伊是乞食下大愿，无可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愿提供互大家参考。